你以為我哋就係嚟一間普通嘅 seven 咩？係角落生物角落生物主題 seven，入去行下圈，好好正喎佢。哎，你回家啦？超得意啊！一入到嚟咧，就有個麵包咧，擺喺度，好大塊，好大隻公仔啊！有得意啊佢。跟住佢仲有其他啲佢有個上面， cafe，佢上面嗰啲 deco 都係佢好得意啊！角落生物嚟嘅喎。好 QQ 啊！係咯，你睇下上面，全部都係。嗰啲飾櫃都係。係咯，呢度又有8號。我好開心啊！又喺度瞓。係咯。哇！對住呢啲角落生物，哇！好有童真啊！突然間覺得，哇！勁開心啊！呢度仲可以穿過去喎，好似有道門咁樣可以穿過去，超得意。